嘉义新港月牌国小为着要教囡仔来认捌食物的特性甲运用，邀请社区的时代来学校做老师教囡仔来认捌食物种植的美感，而且佫教囡仔洗菜脯，了解对产地到饭桌的过程。社区阿嬷食是咱洗菜头，互学生囡仔看。外口阁有人教因安怎来洗菜头。新港月牌国小这学期的自然课，拄好教到食物的保存。学校就请社区的长辈来做老师，教学生囡仔较早保存食物的方法。自然课的时阵会讲到吼，你的食物要安怎保存，咱的物件，咱的农产品要安怎保存，这个课程啊，就想讲拄好有这个体验，互因会当动手做看卖。可以体验到古人的智慧，然后跟课本上教的也有新鲜感不一样。把新的材料写伫黑板，阿嬷嘛向大家来解说新的过程。囡仔割秋萝仔来请饲料甲菜头，老师讲这阵仔是因家菜头修成季节，加上社区长辈的协助，互囡仔有机会来认捌洗菜脯这项传统的食食。十斤菜头一碗糖，一碗烧酒，一碗豆油，半碗咱的甘甜醋。若嫌无够汤，会当搁加2碗烧酒落，甲1碗糖落。伊外拢袂使加。那些食材让我感到惊讶，因为我原本想说只是用盐下去腌制就好，没想到会用到这么多食材。学校表示，原本上课看影片内容，转换做实际的体验。课本的知识，佮加上社区长辈的智慧佮经验，唔能互囡仔参与产地到饭桌的过程，嘛加强因学习的印象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